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重申对世界和平的承诺；达赖喇嘛尊者在疫情后首次当面接见思政边巴次仁；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美国龙卷风灾民；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致函悼念印度国防参谋长罹难；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祝贺德国新任总理奥拉夫·舒尔茨；中国政府在西藏纳曲新建网络监控机构；遭中国关押数年的西藏环保人士顿杰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西藏著名作家果西肉嘉措被中国政府秘密判处10年徒刑；议长堪波索南丹培率领议员代表团访问喜马希尔邦议会；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宣传西藏活动；世界各国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瑞士政府重申在对华政策中优先考虑人权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台北市甘丹东顶显密佛学研修协会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2月1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出席该协会主办的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庆祝活动。在当天的庆祝活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向台湾及全球华人信众发表了题为《世界和平来自与慈悲》的讲话，并传授了17班智达祈愿文。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对世界和平和恢复藏人历史权利方面的承诺。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1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亲自接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自2020年初开始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首次接见访客，这也是司政边巴次仁自今年5月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以来首次当面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2月13号致函美国总统拜登，对席卷美国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等地区的龙卷风灾害中，美国民众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表达了关切和慰问。与此同时，印度国防参谋长、印度陆军4星上将比品瓦拉特将军及其妻子等13人于上周三12月8号在泰米纳德邦的直升机坠落事故中不幸罹难。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闻悉噩耗后，随即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悼念和慰问。另外，德国新任总理奥拉夫·舒尔茨于12月8号在总理府与前总理默克尔完成交接仪式，正式担任德国新一届的总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随即致函表达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向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女士致以良好的祝愿，同时祝贺沃拉夫·舒尔茨担任德国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对德国在新任总理的领导下，在维护自由、法治、民主和尊重人权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乐观。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代表西藏人民对新任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先生表达了诚挚的祝贺。接下来一同关注来自西藏境内的几则消息。
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公安局于近期成立了一个数字监控部门，密切监视那曲地区藏人民众的网上活动。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新成立的数字监控部门主要监视藏人在网上进行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藏人党员干部、学者和重要人物进行监视。如有藏人被怀疑在网上进行其所谓的非法活动，将会被定期审查。监控部门还将监视普通藏人的日常活动和其他通信内容，包括在社交网站和聊天群组中分享的内容。中国政府在那曲地区实施的电子警察模式，预计很快将会扩展到整个西藏。与此同时，据西藏境内的可靠消息，目前正在中国监狱关押的西藏康区比如县环保人士顿杰，由于在关押期间遭到酷刑虐待，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目前面临濒死危机。据悉，中国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为名，于2018年拘捕了那曲市比如县下曲镇扎日村时年50岁的顿杰。当局指控他向流亡藏人分享有关比如县藏人民众反对当局开采当地圣山矿产活动的相关讯息。顿杰是比如县的一名环保人士，遭捕后他被单独监禁，一直下落不明。直到近期，人们才发现他被关押在比如县拘留所，但没有任何有关他被判刑的消息。此外，因长期维护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以及和平表达观点，而于去年10月26号在四川成都遭中共当局秘密拘捕的西藏安多阿坝著名僧人作家果西肉嘉措，在关押近1年多后，于近期被中国政府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名，判处10年有期徒刑。果西肉嘉措是一位在西藏享有盛名的僧人、学者和公共教育家，因长期维护西藏的环境、宗教、语言和文化，以及出版过多本有关佛教哲学、西藏的传统和文化方面的书籍，深受年轻一代藏人的爱戴和尊敬。另外，在喜马偕尔邦议会与近日在达兰萨拉近郊举行冬季会议期间，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应印度喜马偕尔邦森林部长的邀请，于本周二12月14号率领议员代表团访问了喜马偕尔邦议会。在参访喜马偕尔邦议会期间，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会见了该邦议长维平辛格帕尔马先生、该邦反对党领袖议员穆克什阿尼格雷特先生、喜马偕尔邦森林部长拉克什帕塔尼亚先生和该邦社会正义和赋权部门萨文杜乔里女士，以及该邦议员和电力部长苏克拉姆先生。与此同时，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5名议员组成的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也于本周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及宣传西藏活动，并会晤了台湾驻印度大使葛宝轩先生。在德里访问期间，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印度议会正在召开的冬季会议期间，会见了多名印度政府的各部门部长和各党派的议员，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并争取恢复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的支持。代表团还呼吁印度官员与世界各国政府一道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示对西藏和中国统治下遭受苦难的各少数族群的支持。当天，代表团成员还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德里办事处的安排下，会见了台湾驻印度大使葛宝轩先生。双方讨论了未来台湾政府和藏人行政中央之间各项合作。
此外，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在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下，世界各国的藏人民众举办各种活动，庆祝了这一殊胜之日。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官方庆祝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和西藏人民议会一致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毕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以及尊者为恢复西藏的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并缅怀了在中国统治下牺牲的藏人同胞。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当天发表的讲话中，呼吁每一个藏人，特别是生活在自由国家的年轻一代藏人，积极加入近期成立的藏人志愿宣传小组运动中，以中间道路政策为依据，同心协力，竭尽所能地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使西藏重获自由而尽责尽力。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发表讲话时，谴责了中国政府发表的所谓西藏问题白皮书。他指出，所谓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不过是中国政府以各种谎言和歪曲的历史来欺瞒国际社会的工具而已。议长还在声明中强调，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授予中国的决定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国际道义。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和支持西藏团体在国际人权日前后纷纷举办各类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以及举办抗议活动，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侵犯人权的行为。12月10号当天，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印藏友好协会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在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举办了为期2天的第25届喜马拉雅文化节。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应邀出席了活动。为了纪念国际人权日，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持续对西藏的压迫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样，奥地利的藏人社区也组织了一次从中国驻该国大使馆到维也纳市中心的和平游行活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阿若亚博士应尊重亚洲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出席了在东京举办的纪念国际人权日座谈会。在台湾，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于12月5号在台湾新北市的三峡区举办活动，提前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先生应邀出席了活动。此外，澳大利亚的悉尼、坎佩拉和新南威尔士州的藏人社区也相续举办了庆祝活动。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藏人协会和支持西藏人士还于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举办和平抗议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持续侵犯西藏境内的人权，以及在澳大利亚恐吓和胁迫异议人士的行为。另外，立陶宛蒂贝特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为纪念国际人权日，也举行了一场有关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网络研讨会。而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在12月8号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代表郎杰曲珠博士也在上任后首次与100多名华人和50多名藏人一道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在华盛顿特区的庆祝活动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先生等华人嘉宾，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前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应邀出席活动，并相续发表讲话。
而在波士顿西藏协会举办的庆祝活动上，美国国家篮球协会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运动员、人权活动家埃内斯·凯特先生和藏人行政中央前任司政罗萨森格博士应邀出席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拯救西藏基金会、莫斯科西藏协会和折凤国王寺驻莫斯科佛学中心也在12月10号当天联合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福法会。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办事处的组织下，尼泊尔藏人社区在加德满多的扎嘎寺内，在严密的安全封锁之下，秘密举办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庆祝活动。同样，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藏人社区也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当地藏人在庆祝活动上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举办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名言比赛和植树活动等。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瑞士联邦议会正在召开的冬季会议上，瑞士议会对中国政府加大对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压制力度表达关切，并呼吁瑞士政府在对华政策中优先考虑人权问题。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尼古拉斯·瓦尔德先生在会议上发言时，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不断地推广普通话，从而导致西藏所有的私立学校被迫关闭的问题表达了关切，同时询问了瑞士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宗教权利，特别是自由选择宗教领袖的权利方面的立场。在12月14号致给瑞士联邦议会的书面答复中，瑞士联邦委员会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持续恶化，因此瑞士政府将在其对华人权政策中将优先考虑上述问题。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